Hello， 大家好 ，A 好家園阿唐嗱，大華悅庭咧又有新動作，新嘅公寓樣板間咧又重現江湖啦，入嚟睇翻啊！好咁啊，睇到呢個咧就係交樓標準啦，2層樓嚇，咁啊呢個洗手間大家睇到個闊度咧完全 OK， 咁啊依家咧全部都係做好咗精裝交付俾你啦嚇，咁啊大華公寓嘅產品咧毛坯裝修任揀，咁啊公寓咧係望晒8000平方嘅園林嘅嚇。咁啊，上下咧都有開放式嘅廚房，上下廚櫃幫你做好嚇。咁啊呢度咧，大家睇到啦，搭好咗板俾你嘅嚇。毛坯咧都係 OK 嘅嚇。咁啊，雙鎖匙嘅設計，呢度有門，呢度有獨立嘅樓梯上到2樓嚇。咁啊啲樓梯咧，如果係選擇裝修，全部都係用晒木地板嚇。咁啊上到嚟咧，又係有個開放式嘅廚房，所以咧真係做到咧完全2層樓，上下2位啊！有冇見過嚇？好，大家睇到非常之正嚇，40零方嘅單位做到2層，而且2位，咁啊上下2房，再加埋個閣樓，大家睇個閣樓咧係有採光嘅，呢度咧直接擺鋪1.6米嘅床，仲有衣櫃嘅位置嚇，咁啊呢啲走廊咧，大家睇到啦，非常之闊嘅嚇。好，咁啊2樓咧一樣個採光非常猛烈，望晒8000平方嘅中央花園。7樓呢個單位。示範單位做喺7樓，深圳最平嘅公寓60萬、70萬，呢度僅需1/3價，19.7萬起嚇，就有得交易啦。咁所以講咧，2層靠近深圳地鐵，2位，而且呢個位置嚟講真係非常之好租。如果大家中意投資嘅，一定揀呢個產品，絕對冇錯，低門檻上車。咁啊，公寓嘅產品咧。數量唔多噶啦，大家揸緊時間，6740060過到嚟實地考察，買翻間投資自住2商業，出嚟見，拜拜。